主啊，即款的上帝，你的恩典遐尼大，你创造人类是阮天顶的阿爸爸，也阮伫这世间，你照你的形象创造人，有男有女，也有爸爸的角色，也有妈妈的角色，通后一个出世的细囝，伫爸爸甲妈妈的疼中间来长大。主啊，伫即个社会，所有家庭的组织，拢是对上帝的疼所立你来的。所以，阮也要伫今仔日爸爸节的时阵，阮通过主你的话搁一遍来勉励学习，也来祝福所有做爸爸的遮的兄弟姊妹。伫遮的兄弟中间，因领受即款的祝福；遮的姊妹中间，因领受着老母的祝福。啊，阮感谢你，互你的话成就阮的快乐，互阮搁活出爸爸的形象。感谢彼得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但是为咱拄则有读到两位的圣经节，头一位是申命记，第二位是咱的即个提摩太的后书。这个经节呢，咱小等下当搁做一遍复习啦吼，我就先讲过安尼。伫爸爸节的时阵呢，咱拢会讲即个父亲的形象吼。父亲说到底什么的形象才是标准？无一个讲单一的标准。爸爸节谈着爸爸的形象是讲，咱要安怎活出上帝所创造的形象，迄个疼，迄个祝福。当伫即个中间，咱要先看一个短短的影片，兼且咱捌看过，我是用即个题目，即个小小的影片，来了解讲，当一个爸爸伊对囝儿所付出的，伊对囝儿所显露的形象是啥物？是几年前有一短的片，伊咧报告讲一个爸爸，伊身体是真勇，是铁人三项的款选手。总是伊有生着一个囝，即个囝是萎缩症的，但是伊无将家己的囝当作是一个安尼歹势无爱变光的，伊带即个细囝出来参加种运动会，我请刚刚毋知影片有出来无吼，来播上即个影片，3、4分钟来听吼。别人爱收水，你看我哪家爱走，伊拢带伊做伙。
纪念品呢。爸爸跟做享受迄个运动比赛的过程。Yes, forever worship you. I can only imagine. 用这个字，can，就是表示讲，虽然倒伫白床，我永远会当。每一遍看这段影片，虽然真惜，总是真感动。做一个爸爸的，无感伊的囝儿，是优秀，还是软弱，对着一个爸爸来讲，伊的疼拢是同款的。咱通过这个影片，互咱看见一个老爸，迄个柔软的一面，疼的一面，伊着囝儿，伊愿意安尼加一倍气力，伫遐来带伊。互伊无感觉伊是特殊的，无感觉是软性，是上帝所创造的。咱的圣诗25首，条诗歌小等咱来唱回应诗，是新的圣诗叫做奇妙圣名，至善搁美丽。这首诗歌真特殊，这个诗人伊家己写上帝有各种无共款的形象，因为咱要看上帝，无法度完整嘛。咱就用一个角度来描述上帝的这个形象，有爸爸的形象，有妈妈的形象，内面嘛佫有阿公嘛佫有细囝，来表达出老爸迄个爸爸这个全面性的疼。其中这2节安尼写伊讲亲像老母入眠做无停，计划宇宙一切奇妙创造，显出极大智慧。万物一平衡，阿罗和善那，母性上帝。所以咱讲天顶的阿爸爸，咱嘛是讲天顶的妈妈，迄就是咱个人家己种感受。讲较早，拢敢若称呼阿爸爸啦，定伊是讲要互咱知影，老上帝是无受这性别的限制。咱第2节、第3节安尼写，我要招咱做一句一句来读普通背来。亲像老爸温柔抱细囝，担当人为所有花花淡淡，咱得关怀下面到各河三境，阿乐和善那，父性上帝。那照这个读爱讲父啦，父性的上帝，父亲的父安尼。且用这个歌词，甲咱表示上帝迄个老母迄个温柔。疼的一面，老爸迄个关怀下面的一面安尼咱今仔日在过爸爸节，咱看见这细囝用迄个轻松鼓吹少年细囝的声来学乐。其实咱要安怎显露一个爸爸的形象？大家人的性格拢无共款，大家人的家庭的组织拢无讲完全相像。但是咱今仔日爱学习的是讲，上帝所予咱应该有迄个老爸的形象甲责任，大家做伙来学习，因为无一个是完全的，是完美的，是美好的。有一个小小的故事，讲有一个爸爸，有一天像咱拄则的爸爸徛伫边看到这个囡仔就讲囡仔画就对啦这个囡仔画中间有一个伊的细囝的同学，就伫遐甲伊安尼非常的安尼真有应邀甲对伊家己伊的囝讲，那阮爸爸甲咱市长足熟的定定咧见面，定定去参加宴会，定定咧讲话呢，就是讲这个囡仔的同学，咧甲伊点讲因老爸甲市长足熟就对啦
哇！这个爸爸听到我哇啊，这个囡仔，我的囡仔可能会自尊心的受损去啊，吼啊！伊讲因爸爸甲市场足熟啊，啊毋知阮囝要印尼安怎吼，啊无想讲因囝安尼用。伊讲吼，迄有算啥货啊？那阮爸爸吼，甲创造万物的上帝足熟的咧，吼，哇！伊吼每一日拢带我来甲上帝祈祷、甲伊讲话咧，吼。哇！这个爸爸一个听到吼，心内足感动的。无，若无互伊同学啊，甲伊讲吼，伊甲遮个权贵足熟，啊，就感觉讲心足卑微。伊讲，我的爸爸是甲天顶的上帝上熟，安尼，定咧甲伊讲话安尼。哎，发觉讲啊，我平常时带伊做祈祷，啊，带伊啊来感谢上帝，竟然互即个囡仔影响遐尔大。所以，咱知影讲，老爸是囝儿的模样，哦，这绝对是对。但是呢，咱来知影讲，即种毋是其中的一种，就是老爸就是唯一哦，做囝儿的即个模样，个榜样就对吼。啊，毋是干那长相那听吼，啊，嘛毋是干那讲啊外表的那听。老爸所传互子女的，是有关上重要的，就是包含伫伊的态度、生活的态度、伊的想法，甲伊的价值观。啊，这个才是影响世界上长上大，因为面路啊相共，大概咱讲共一个工厂出来，这无啥物奇怪啊。但是你会当互伊承受着伊真正的即个正确的生活态度，迄个是即个健康的想法，啊，佮价值观才是重要。所以兄弟姊妹，有真侪的即个研究甲统计拢知影讲，伫即个世代啦吼，即个世代这是普遍的，毋是讲啊将对某一个人，讲是一个父亲缺席的时代，有老爸角色欠息安尼，啊，所以伫几啊年前有一个调查的数字啦，讲咱全台湾的儿童的中间，单亲也是隔代吼，就讲啊是大人老爸无伫边啊，吼阿公阿嬷照顾的，叫做隔代教育的比率，悬到11.7，11.7，11.7是偌悬呢？就是表示讲，伊10个人就一个较加是即款的囡仔，啊。隔代吼，阿公阿嬷照顾的，佫占3.19安尼。啊，这个数字无有啥物特别讲，有啥物奇怪？是因为咱北建公司所产生出来的即个影响也有真大。啊，嘛有人做即个调查，差不多2成的爸爸吼，陪囡仔的时间无到1点钟啦，一天无到1点钟。啊，有4成的爸爸伊真。坦白讲吼，伊甲囡仔相处的时间无够，啊嘛有话坦白讲吼，伊甲囡仔相处的时间敢若6分钟，6分钟是实际是讲啊毋赶紧食，吼吼，啊毋赶紧洗身躯，毋赶紧去困，吼安尼啦，差不多是敢若安尼啦尔，根本无有甲伊讲心内话的时阵安尼。啊，各位兄弟姊妹，这个事有时咱活伫一个安尼真完整的家庭，咱无感觉着。啊，像咱家己无遐尔啊困难，咱袂感觉着。但是事实伫社会中间，即款的困难拢还伫咧。所以而且咱咧敲碎讲圣经内面，互咱迄个美好父亲的角色是甚物款的角色呢？甲老爸的角色伫家中重要的角色内面有即几项啊，吼，即几项。头一项是养育，咱知影儿女是耶和华所收束的产业，耶和华所收束的产业。啊，囡仔是上帝所收束的，所以老爸诚做管家的责任，照顾即个宝贵的产业。啊，所以做儿女的毋通袂记的，父母养育囝儿是天职，啊，所以回报迄个感恩是应该的。啊，所以即个养育是上帝所创造人类一个上基本的责任。但是第二个责任是爱教导做老师，做老师会教导安尼就对啦吼。啊，所以父母对细汉啊，你无有特别哦，你无意识的
即个教导，囡仔伊就学起来。啊，当你后来发现用即个行为，想想讲原来是你家己安尼啦吼。讲一个趣味的小故事，安尼讲有一个囡仔吼，一个小朋友读学校的册，逐摆吼交作业拢收慢交，拢无交家庭作业，拢无准时交就对啦。啊，老师逐摆来甲问学生讲，我都无时间啊，哇，囡仔一个无认识，讲无时间啊。啊，老师一直甲鼓励，一直甲鼓励，拢无效。有一天伊讲，我要来去拜访恁家长，后要去拜访父母安尼叫。哇，到因厝的时阵，即个父母当然嘛是安尼真客气，甲交代安尼啦。啊，迄个时阵已经3、4岁啊，3、4岁啊。但迄老师一个看伊的客厅讲，阿姨，啊，阵3、4个咧抓起来，安奈，佫一丛圣诞树摆伫遐安尼，圣诞树摆伫遐。啊，伊即个做老爸一个看着老师咧看，伊就赶紧解释讲，我都足无闲的都无时间通收啦安尼啊，即个是历史咧，老爸到迄个生活习惯是安尼，所以囡仔嘛对伊安尼，一丛圣诞树过遐久无收安尼，所以兄弟姊妹，咱愈要读到迄个申命记你知影讲，伫犹太人的家庭中间，老爸是上基本的即个教导者，是教导者，伊毋是讲甲责任拢撒去学校是教知识，剩的人格的培养、道德的培养，以及整个做代志的态度、礼貌，逐项拢是老爸的责任。所以因犹太人的父母伊来去参加聚会，因就爱有责任甲牧师讲的甲因的拉比所讲的，伊爱认真甲记起来，因为因转去厝爱换伊讲互伊囡仔知就对了。所以遐做老爸的做父母的参加因迄个犹太会堂的聚会袂使拄久因为你若写无了，抄无好无认真写，你转去就无题材通甲你的囝讲安尼。所以呢，即款的传统互遮老爸伊家己的责任自然就掌握着啊，诚做儿女的模样就对了第三就是陪伴。陪伴毋是遐尔简单的事，咱想我陪伴无代志要坐到边互囡仔耍陪伴对一个老爸，特别是拄当千壮里咧拍拼事业的时，你就知影讲，即个陪伴是足奢侈的所以呢，有一个足成功的律师，伊就捌回答，捌回忆讲，我一生收到上宝贵的礼物，我收到上宝贵的礼物是有一年圣诞节时，老爸写一张卡片互我，顶面有安尼写讲我的囝，我一年我互你365点钟，每天暗时食饭了后，我陪你1点钟，这个时间是你的，咱会当讲你欢喜的话题，你到你欢喜去的所在，爱你欢喜的建筑甲游戏安尼。而且律师讲，我的老爸一日1点钟互我，这是我收到上宝贵的礼物。伊讲这是老爸的承诺，一生上宝贵的。所以美国的出名的总统罗斯福伊安尼讲出话，伊讲伫我的囝的面前，我毋是总统，我只是一个老爸尔尔。因为老爸角色无人会当代替，即份即个角色无简单，但这是上帝所托付才会做爸爸的责任。所以咱家伫伊弗所书有看见一则经节，咱拢真熟，就是讲，恁做老爸毋通激儿女的性气，要照着主的教示甲劝诫来养育因。所以咱对拄则即3项就是养育、教导甲陪伴。若是较用圣经的角度，会使安尼讲，老爸伫家中毋是干供应者，是讲我都有钱互你就好，我趁钱转来互你无欠过安就好安尼是无真实的。老爸是教师，老爸是祭司，老爸也是先知。这对圣经的教示，咱拄则读的申命记6章60到70节，60到70节，这大圣经节，上帝要求讲我今仔日所命令你的这个话，要记伫你的心，
也着用这劝诫教示你的囝儿，无论你坐伫厝内，行伫路呢，困还是起来，拢着讲论。啊，表示讲，坐伫厝内，行伫路呢，困还是起来，表示讲，逐个时阵拢着爱时时教导你的囝儿。啊，即摆的时间，等于因为较早的生活形态，毋是咱现在分工遐尔样。爸爸早起透早来上班，啊，到暗时才转来。较早是规个家庭，啊，爸爸做掠鱼的，带囝出去掠鱼；爸爸做事，囡仔大汉带出去做事。等于是，拢大大淡薄时间对伫边仔就对。所以，阮的教导责任会是偌重。其实现代世界的趋势，就慢慢分工去啊，就对啦吼。啊，所以咱真侪囡仔不得不爱寄安亲班，爱寄幼稚园，爱寄学校，啊，咱转来啦，赶紧去啊，在就同安尼。啊，这是咱现代社会的无奈。不过，咱搁较知影讲，安尼做老爸，迄个时间搁愈珍惜、愈宝贵，咱愈着爱好好来家己使用就对啦吼。啊，拄则咱读的经常伫遮吼，搁来讲论就对。啊，这时咱看去约伯的模范啦，伫1章的5节，约伯记讲，约伯每一日为着儿女来献祭，代表吼父亲为着囝儿献一祈祷，所以老爸。上大的祝福就是说替囝儿祈祷。啊，先知的意思，先知的角度就是讲，用教训、用境界、用责备啊，互囡仔无偏差，无偏差。吼，啊，所以咱看见讲，古约中嘛有迄个囝儿无受教的，啊，煞偏差去啊，就是亲像以利，甚至撒母耳，即个真伟大的先知，到年老的时阵，囝儿嘛偏差去。所以兄弟姊妹，咱伫即个所在咧思考遮个事的时阵，咱毋是讲啊，我会当个哪会遐尔重，是咱爱谦卑求上帝，将即款老爸的能力、即个形象、即个互我的智慧赏赐互我。因为上帝既然互我有囝儿，就是也求上帝将即款的恩典、即款的恩赐、即款的能力互我有开来安尼就对了。啊，所以保罗呢，保罗。伊伫伊的写的经章中间有显露出，伊对做一个爸爸教导儿女的即个角色，有做一寡提醒对吼，做一寡提醒安尼。保罗写批吼，即个青年提摩太，咱拢知影讲，保罗甲提摩太当作是家己的囝共款，因为保罗家己无结婚，家己无囡仔，伊甲伊当作囝儿是足自然的，因为伊咧写批中安尼文字吼。咱看着讲，毋是简单普通的书信的关系啊，就对啦。啊，但是呢，有迄个学者，也是讲咱一般咧读圣经有一款的即个探讨可能性。即个提摩太有可能是单亲儿童。哦，你说看圣经内底拢无写着老爸，嘛无写着阿公，吼。啊，但是保罗会甲即个青年提摩太学了讲，哇，你对你的外妈，对你的老母。得到真好的教导咧，啊，所以单亲毋是讲发生啊就是歹的，毋是啦。单亲但是经过特别的教导，煞结出一个优秀的人才。啊，你毋才会讲对迄个不足，吼，迄个有欠缺中间有改变，啊，咱毋才是咱努力的目标就对。啊，伊提摩太挂伫读书的，啊，老爸迄个人，啊，妈妈是犹太人，啊，所以提摩太伊对细汉。有得到外妈，妈妈真好教，所以有人就讲，这个提摩太妈妈吼，有可能就是外籍新娘，那用咱今日的社会的这个角度来探讨安尼吼，因为伊外籍新娘，伊甲伊的妈妈做伙来教导劳役来教导这个圣诞节责任，但是互咱无感觉讲失望，因为即个老母、爸爸、阿嬷用搁加倍疼来疼这个青年，即个提摩太。所以咱感觉讲，看起来好像即个家庭有起一角，毋过保罗来补着即个爸爸的身份，保罗即个爸爸的身份。所以提摩太呢，亲像欠缺老爸的形象，伫家庭中大汉。所以，若对保罗咧写的批、咧讲的话，咱会当小小去探查着讲，好像即个提摩太吼，还是较无当。
较揪揪就对了，较软正就对。所以你看保罗伊安怎写过互伊的即个属灵的囝儿吼，而且经历一段一段。保罗甲提摩太教导讲，毋通因为你的少年互人看轻。即个经历提摩太4章12节，都讲毋通忽略你所领受属灵的恩赐。我讲你着专心地去做，众人通看到你的进步。这甲一个爸爸写互囝儿的话拢足相像的咯。你讲一个老师教伊学生可能免讲遐硬啦，但是讲起讲，毋通互人看紧，你着爱好好运用你的恩赐你才有进步就像一个爸爸咧教囝同款。有一段，保罗讲，上帝互咱的毋是惊遐的心灵，是快乐、仁爱、甲自制的心灵。惊遐的心灵。咱一个囡仔成长过程中间，若是欠过爸爸迄种较有迄个泡的迄款快乐的有时囡仔较紧张的。但是保罗针对即点来甲调、来甲要求、来甲鼓励，讲是快乐、是仁爱、甲自制的心灵。伊讲我的囝。若讲足亲我的囝，伊毋讲我的学生毋是啦，我的囝，你着靠基督耶稣的恩典坚强起来，坚强起来。才会字里行间，咱会当去推测讲，不管即个提摩太爸爸是已经是外口咧拍拼咧做事业，还是讲已经过身无表达，但是保罗知影伊受着妈妈甲阿嬷不会教导，所以保罗选择提摩太做门徒，正做提摩太爸爸。保罗称呼提摩太足亲的，伊讲我做基督耶稣的使徒保罗，写批予提摩太，信仰就我真的囝，会是真的囝吼。即款的名词，互咱感觉讲真正亲到，互人感觉真感动就对啦，安尼吼。所以对于提摩太即款的经历，咱嘛要来想。若是你的家庭是真完整，你伫细汉就受爸爸美好的教育，这是你的福分，你的福气。但是咱知影这个社会无可能逐个家庭拢是遐尔完美。咱知影造成单亲家庭的因素遐尔多，有时咱家己能力会当。其实我家己拄着，我嘛知影讲，这个毋是我一个贵力会当保障着。这个世事变化遐尔大，但是咱基督徒有一个要紧的决定，通过保罗甲提摩太关系中间，咱着要学习讲，咱面对台湾这个社会，愈来愈严重的单亲儿童、隔代教育的儿童，有外籍妈妈袂当适应台湾这个文化的家庭，咱教会爱有一款亲像保罗的心境，对，有这个保罗迄个为属灵的老爸的心境，咱爱看见这个教会为家庭的需要。迄个欠过老爸的世代咱通称作因这个属灵的爸爸。因咱家己咧称呼讲，咱伫教会中是一个属灵的家庭嘛。所以咱伫成长一个美好的家庭的中间，咱来欣赏。但是咱讲这个阮兜我的福气啦，别人欣赏啦，是你欢喜将这个爸爸的疼也去分予伫教会中，还是伫社会中迄个较咧软正、较不足的。可能足侪因素所产生的。首先呢，我家己回忆我对细汉的成长我嘛是某一种角度，我是叫做伪单亲啦。伪咱知影意思讲，事实都有爸爸，毋过就爸爸伫我成长过程中间，伊无伫我身边。我印象足深，我。伫国小到国中，迄个囡仔成长迄段过程中间，我的爸爸拢出去外海掠鱼啦。我的阿公嘛是伫外地咧行船，所以阮兜是我上大汉的查甫个咧。所以我拢甲阿嬷、甲妈妈、甲遮阿姑做伙生活。我伫细汉时感觉讲这嘛足幸福个咧就大孙嘛足受阿嬷疼嘛当我大汉的时阵，我有小感觉着着我好亲像老爸欠息迄段时间，对伫一个囡仔的成长中间，我有一段时间有迄个心理的障碍咧。我若拄着老师
拄着比我大的查甫的，我感觉毋知袂晓甲伊讲话就对了，毋知要讲啥会惊，因为你无迄个模范啦。有啊，所以就是虽然我细汉我感觉囡仔伫庄较大足幸福的，但是嘛有迄款的影响，搁何况讲是真正确实是迄个单亲的家庭。啊，咱不茫通过保罗甲即个提摩太讲话，把咱去操作着。咱传福音是咱的责任问题，但是甲爸爸的形象去分享伫可能有一个家庭欠过爸爸的即个家庭中间，这嘛是咱也一个属灵的责任就对了。所以保罗先生伫3章14节到17节，安尼勉励即个提摩太，伊讲总是你着持守所学习、所亲信的道理，因为你知这的是对什么人学习的。保罗就是替代老爸的时阵讲，你对我学的，你就要好好家学习哦，毋通家忘记去，因为你是对我学的，啊，我要教你，应该拢甲你教，你就要学起来安尼。伊讲你嘛知，你对细汉就明白圣经，即个圣经会当互你有智慧，通通过信基督耶稣的有拯救。伊知影讲，提摩太伊要甲带做门徒。毋是随随便便啦吼，是因为伊知影讲提摩太伫细汉就受妈妈甲阿嬷迄个美好信仰的培养，虽然欠过爸爸的形象，互伊安尼，伊人一定足巧，啊嘛足乖，但是呢，迄个胆量较无够，所以嘛有一段经节啊，我伫昨昏甲青少年咧勉励时，保罗甲伊讲，你也亲像基督的勇士啦，你都爱亲像迄个咧做兵的啦，咧拍拼。爱操练啊！你爱亲像即个运动选手啊，咧赛跑，啊，你爱亲像做事人吼，啊认真做事，拢是咧讲着伊即个较坚强的意志，迄款的勇敢的心，拢伫即个所在。啊，但是而且伊是勉励提摩太讲，你的根基就是对妈妈阿嬷所得到的圣经的信仰。啊，伊后壁有一则出名的经节，讲即个圣经是安怎尼重要？伊讲全部圣经是上帝的神感动写的。对教导、对督责、对纠正、对训练啊，人行正路拢有利用。伊甲讲，即本圣经就是你的生命的教科书就对吼。17节讲，互服侍上帝人装备好势，通做逐项好事。圣经诚做一个生命的即个训练的手册，啊，所以你若装备好，你就当行逐项好事啦。那所以这段经节。保罗讲出几项要紧，第一项是讲老爸爱持守所接受的确实的真理。咱要看经节是讲保罗甲提摩太讲，若是对这经节，咱领受做爸爸的是讲，啊那安尼，我爸爸做爸爸，我都爱安怎做就对啦。咱来持守这个真理，然后老爸爱有真做儿女生命导师的。比如我吼，袂使讲这个囡仔互别人教，毋是啦。是我家己有我的使命任务，爱成做兄儿的即个生命的导师，生命的导师，吼啊，老爸爱持守圣经的智慧甲真正的确信。你家己对圣经有信，你对圣经有确信，你才会当通过圣经来教导你的囝。所以拄则。保罗用3章16节到17节，咱拄则是无读，但是后壁面我甲连接落去讲，保罗天明即个持守圣经过得胜的生命的益处甲能力。圣经毋是互你做一个读教科书，也是讲读知识的考试的。圣经是你的生命得胜的贵咱的，啊你有亲像食落去消化去啊，有真正照做你生命思想人格的一部分。啊，这圣经才对你有帮助，所以这段经文伊安尼写，讲爱通过安尼，但做逐项的好事，爱受装备好势。最后有一段经节，咱拄则无读到是哥林多前书有关系提摩太所讲的。11章第1节到第2节伊有讲起着老爸的使命啦吼，讲恁着效法我，像是我效法基督一样。啊，那保罗毋是干对提摩太安尼要求来了。伊嘛是对教会正会友，安尼答哥林多教会兄弟讲，恁对我来学，亲我学基督，
了是讲保罗伊家己水上着所领受迄个信仰，伊感觉讲我已经尽我的贵力，拢领受着，我就是爱遮的信徒、遮的朋友对伊来有基督安尼。然后讲，互儿女尊探老爸所传所受的教训就对。儿女会当尊探，会当对老爸来领受即个所传的教训就对。咱遐日即位，即个经章安尼写，写讲，恁着学我，亲像我学基督。恁不时会记得我，佮尊探我传授互恁的教师。恁实在通互我学落，意思讲，恁有照我的意思，有尊探。所以这个话，较毋是讲大家来参详一下吼，大家来想看这个会使的话，这个无有啥物款人讨论的空间，就是恁唔爱安尼遵守。所以伫教会内底有某一个程度吼，伫迄真理的教导，毋是讲你袂晓，毋知安尼好无好，迄好，毋是讲恁就爱安尼做。因为保罗讲，这是我对上帝所领受的使命，确实恁也就安尼做。但是即位，咱对保罗先生对着现代即个社会所拄着迄老爸形象的问题，咱对遮来去着一个思考。愿主赐福在座每一个爸爸，你若是上帝所予你即个老爸形象有显露出来，你也是一个上帝所交代伫家庭中间的祭司、先知甲老师。